政治的消息继续来关心海基会董事长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，涉嫌在桃园市长任内受乌生钱贪污，起获检方查办500万交保。郑文灿本人是发出声明，强调伊家己绝对无贪污，会配合司法捍卫清白，嘛宣布要辞掉海基会董事长的职务。 涉嫌在通市长任内贪污受乌色钱，去互检调侦办。郑文灿500万块交保了后，在半暝发简单的声明，讲插政治以来，大公无私，不贪不取，会在未来司法调查过程捍卫清白。海基会测试中道讲，为着避免影响团队政务推动，郑文灿已经请辞董事长的职务。总统赖清德对这件代志表达尊重，望司法单位公平公正，赶紧查清楚事实。 后续人事会照程序好好处理。就目前情势看来，海基会董事长需要一位政治色彩较不鲜明的人选来担任，相信赖总统会做出最好的决定。第一，身段够柔软，对中国大陆也够了解；第二，就是说它本身分量要足够，要有一定的代表性。 否则恐怕难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调整两岸政策的走向。接任海基会董座人选传出可能是要担任公司董事长、国台代表、行政院政委加监察委员的吴鸿山。北媒媒体嘛讲，总统赖清德报告人选时阵，本来就介意台南帮的吴鸿山接任海基会。新闻我都看到了，我不想谈这个事，好不好？这种揣测我们不去评论了。民进党我们内部内控的机制，联政会也会在明天晚上，要来去召开这样的会议，针对这一次的案件来去做一个立案。民进党廉政委员会嘛要调查郑文灿，一定特别暗下开临时会，讨论是不是立案处理，涉嫌贪盗相当可能会除名。检方对郑文灿交保当庭提出控告，桃园法院回应，拜一上班日要要求当人以最速件进行留庭送往高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